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平安。伫礼拜开始的进前，阮用这首歌来做咱的祈祷。以人的脚步，来拍谱来敬拜咱的上帝。哈利路亚！以人伊的脚步是主所安慰，伊的路面主欢喜，伊虽然我都袂离到下落去，因为主伊伸手扶持，伊伸手扶持，主对他伊伸手扶持，伊虽然我都袂离到苦落去，因为主伊伸手扶持。伊的脚步是主所安慰，伊的路是主欢喜。伊虽然我都袂离到下落去，因为主伊伸手扶持，伊伸手扶持，主的他伊伸手扶持。伊虽然我都袂离到苦落去，因为主伊伸手扶持，伊伸手扶持，主的他伊伸手扶持。伊虽然我都袂离到苦落去，因为主伊伸手扶持，伊伸手扶持，主的他伊伸手扶持。伊虽然我都袂离到苦落去，因为主伊伸手扶持，因为主伊伸手扶持。哈利路亚！阮有用歌声回应跟互咱的上帝。即摆来做感恩甲认罪的祈祷。阮同齐用上帝的话来宣告来讲。我的心情啊，着称赞上主，着用全部的心神学了伊的圣名。我的心情啊，着称赞上主，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上主执行公义，伊为着一切受压制的人伸冤。伊用伊的道路指示摩西，用伊的作为指示以色列人。咱要来感谢咱的主，上帝是掌管万物，施行公义，有丰盛的慈悲，赦免阮的罪，互世人会当礼拜日永远的救恩。阮要来认阮的罪，认阮家己的罪，求主来赦免。咱即马同心开喙来祈祷。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是阮的上帝，阮的王。我们来倚靠你，因为你是阮的牧者，倚靠你，我拢无欠缺。我们来学罗你，我们来敬拜你，因为你是慈悲的上帝，因为有你的疼，你的公义，互我的罪得到赦免。因带我真做你所喜的义人，也真做天父的囝儿。愿主，你帮助阮脱离一切的罪，赢过一切能力。靠主的恩典归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免。阮过来用主的话来宣告来讲。下面你拢总的罪，医好你一切的病，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用慈悲甲仁爱做花冠赐予你，伊用达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
互你恢复少年，亲像鹰鸟遐尼臃肿。我们要同心来祈祷，各位兄弟。各位兄弟姊妹，若是你有任何需要祈祷的代志，不管是心灵、健康、婚姻、感情，也是工课、学业，或是人际关系上需要祈祷的，拢会使去你，阮会同工为你来祈祷。若是你歹势去你，会使将你的手放伫你有病痛，如果是你的身上，阮即马爱请主来祝福你。请主来医治你，请你把你的手放伫你的心，甲你的有艰苦的所在。阮求主来饶恕伤害阮的人，求你伊的疼来充满我，医治咱的心灵。阮同心开喙来祈祷。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倚靠，因为你要叫我脱离一切罪、一切困苦，医治我的病痛，求你医治兄弟姊妹有病痛的所在，求你的圣手领出阮，搁较医治阮，也求你伫这个新冠疫情较严重的时阵，互阮出入平安，有毋忙，有欢喜，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求，阿门。咱过来用上帝的话来宣告来讲。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伊的主权普及万有，有关能的天使听叹上帝话，执行伊命令的使者，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天军执行伊旨的车赛啊！恁拢着称赞上主，伫伊掌权各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恁拢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为即马来为阮的牧者、中正团队、甲本州逐项的服侍来祈祷，求主互我能力。官兵，互我会使来应邀主。为嘛爱为个人的认罪悔改、灵命的成长来祈祷，互嘛祝福咱的爸爸有身体健康，会使灵魂体勇壮，嘛为着本周双大校会议甲圣乐之旅会使顺利，求主来掌权，嘛为着青年牧区。的时间来祈祷，为着培训平台的建造甲营造，会使拄着搁较侪少年朋友，互伊来认识阮的上帝。嘛为着8月20的关怀活动，8月27个关怀见证，嘛为着家人的青年，更有热情，会使认识主、军队主，咱大家来开嘴来祈祷。来敬拜你，愿你感染我的耳朵甲敬拜，愿你的圣灵充满阮每一人的心，听阮的祈祷，显明你的真理，求你祝福
每一个爸爸身体健康臃肿，灵魂体会使臃肿，也为着亲年无久的服侍来祈祷，好搁较侪亲年会使知影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王。求你保守牧者甲所有的服侍同工，甲咱的设备都会顺利，都袂出问题，互会众会使领受丰盛的恩典。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今摆咱做伙起立用主祷文来祈祷，请起立。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因到，你的旨得成，伫地亲像伫天里。阮日食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嘛赦免辜负我的人。无你传阮天去，就救阮看日你的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哈利路亚！今日早起，咱会用新的方式来唱咱的圣歌。哈利路亚！现在，现在，现在，转眼多出在，蓝了秋瓜最小了胸中怎样？现在，现在，现在，将你的答案。兄弟，既尊既关之在。现在，现在，现在，万事都平安，免有他们所愿红遍的不着急，千千万万天国，你的欧罗耶稣，主下感谢耶，我兄弟大母。现在，现在，现在，抓紧抓住在，我们多想念是我的兄弟主名。现在，现在，现在，主也高我世代，我上为是同一的存在。有艰难着听，大家真情归主名行，地上万类当心好生，兄弟都一言开见卖，全地好在真心的风，万主的主万红的红。你别走在你的万年，几里奔放，几天
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俄勒你，你是全能的君王，现在的爸。主，阮感谢你，你将一切创造白白赐予阮。你的创造奇妙，一切拢充满你的丰富，显明你的荣耀。主，我也要为着过去一礼拜所想、所讲、所做的一切，若有得罪你的所在，求主赦免，求主圣灵帮助阮，互阮会坚守遵行你的道，诚侪合上帝心意的教义。今仔日是复兴节礼拜，也为着所有的父亲来祈祷，求主祝福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灵魂幸福。求主帮助所有的爸爸，互因用你的话，伫圣灵的引带来建造家庭，遮侪家族的祝福。主为着帮助松大校务会甲圣乐旅游来祈祷，求主掌管一切事工，也为着平安牧区来祈祷，互牧区同工有智慧，事工有功效，透过培训平台会去做。遮笑阁加侪人，互人熟悉上帝。也为8月22的关怀活动来祈祷，求主适合好的天气，保守所有的活动拢顺利。感谢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起因，请咱做伙来起因。伫信息后面，起因文第一篇就是《申命记》第6。起因文第一篇就是《申命记》第6。以色列要注意听，要切实遵守，互恁通走上主因列祖的上帝的应允。伫路呢甲密的地，事事行通，人也加天侪侪。以色列要注意听，上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主。这些恁要专心、全情、全力听上主恁的上帝。我今仔日命令你照的话，要记伫心内，嘛着群群教示恁的囝儿，无论伫厝内坐，伫路里行，倒地还是起来，拢着念互因听。搁着把伫手里做记号，把伫额头提起，着写伫厝的门徛，嘛着写伫城门。见证，请吴杰轩姊妹。
牧师，你找我吗？啊，怎么了？啊，要我当主持人哦？啊，主持人要干嘛？然后要跟大家讲话哦。可是我超害羞的，我超不会跟别人讲话。好了，我觉得我试试看好了。但好了，好，那牧师在线上哦。我在干嘛？我超容易紧张的，根本不敢跟别人讲话。然后主持那么大的那个活动，我也不像处女长老这么会主持，到时候一定会失败的啦。然后到时候一定台上如果很丢脸怎么办？早知道不要答应了。我在干嘛牧师，你看起来好像很生气，是不是我哪里惹你不高兴了？对不起。那个，不好意思，你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开心，是不是我让你不开心了？对不起。为什么大家都要用不开心的眼神看着我？是不是我让大家不开心了？对不起。大家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发现一个了不起的结论，就是每当中秋节的时候，一定会是月圆的时候。然后在台湾每过1分钟，在非洲就失去60秒啦，超厉害的。那你干嘛一直对不起？有什么好对不起？一直对不起是要干嘛？还有你可不可以暂停？你这样弯着腰，我看着这很不舒服。还有你事情做不好话也说不好，那你出来干嘛？你就待在家里就好啦。看不下去，受不了，真是。我真的好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看我？我真的好害怕，你不要靠近我，离我远一点，我真的。去哪里？我到底应该往哪里去？我真的好害怕。大家好，我是杰轩。这家头前迄4位嘛是我，迄是细汉时阵我。细汉时阵无自信、自卑、无知，还佫有惊吓，是我逐工拢会经历的代志。细汉时阵我常常想，感觉讲我足拍拼，才会得人听。但是咧，我常常伫咧最后一步就出差错，规站代志就乌入去啊。然后，阮爸爸甲妈妈就会甲我骂，所以我常常认为讲，若是我无做好，我就会互人骂是应该的。我做甲足好的，才是对的。
我无做好就袂得人听。但是咧，就亲像拄则迄出戏共款，上帝看到我，伊亲身安慰我，伊牵我的手，透过夏令营，互我熟悉伊。在夏令营的时阵，我感觉足拍拼，想要甲每一项代志讲做好足好诶。但是大家嘛知影，伊若足皮诶，伊定定做出恁想袂到诶代志，所以我定定认为讲我家己处理得无好，我感觉我家己足垃圾诶。但是咧，伫咧阮暗时诶祈祷诶时阵啊，阮唱了一首歌，迄首歌是安尼唱诶，阮唱互大家听。迄时阵我唱煞了后，我感觉我规个人感觉足头放的，就是很释放嘿，对。啊，就亲像迄首歌讲的共款，上帝用伊的疼来充满我的心，互我规个人感觉是互上帝揽调调，感觉上帝伫咧我的身躯边共款。所以我甲上帝讲，上帝啊，我要跟随你。但是在跟随的路上，其实还蛮不容易的，因为我家庭还未信主，所以我家人非常的不理解，说为什么我常常要来教会，然后也蛮常因为教会来跟我吵架的。所以我认为说，我要很努力的告诉我爸爸、我妈妈，我在这里成长了什么，我学习到了什么，我在这里是好的，我在这里我长大了。可是他们总是不理解，他们总是觉得是教会绑架走他的女儿，可是却没有去了解说，到底为什么我会在这里这么开心。常常还是到这9年来，我从我的国中到现在要大4要毕业，都一直在吵架。我一度认为说，洗礼离我非常的远，受洗离我非常的远。可是神很奇妙，他的恩典就这样降临了。其实我是一个很不会哭的人，就是不管是开心的事啊、难过的事，我都哭不出来。我都开玩笑说，上帝把我眼泪收走了。可在今年6月的时候，我莫名其妙就是每天都以泪洗面。看到手机啊，看到电脑，我把赛就照出来了。弟弟老安尼，我嘛不知怎么办，嘿，对。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出了什么状况，我就跟我爸爸说，可不可以请他带我出去洗洗者。在车顶馆，我爸爸跟我讲，他最近看那个民间信仰的书，他建议我说，可以用我自己信仰的方式去解决看看。所以我做了一个洁净的祷告。祷告完之后，我觉得整个人非常的释放，很舒服。我跟我爸爸分享说，我在祷告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什么样的影像，我有什么样的感觉。当我爸爸听完我的话之后，他对我说：“你的神为你解决你的事情，这是你的信仰。如果你想要去信，想要追随他的话，你就去受洗吧，不用管你妈妈。你受洗那天我会去的。”感谢神，他再次让我认知到，我不用做得很好，神才会爱我，而是因为他先爱我，让我成为他的儿女，我是值得被爱的。而且也让我活出见证，感动我的爸爸，让我在今年7月的时候受洗，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拍掌，将荣耀献给在天上的父。现时，请听的幕曲。
圣经，请咱教会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诗篇203篇13到18节。诗篇203篇13到18节，白话伫圣经伫682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上主嘛会安尼疼惜敬畏伊的人，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因为记日咱不过是土份，人类伊的性命亲像草，伊亲像野花生长无伤。风一个吹就消失，有人会搁看到。毋过上主用我疼惜敬畏伊的人，伊用公义对待伊的家家孙孙，就是遐会遵守伊的约，就是遵行伊律例的人。感谢。请运动牧师来讲答。所要讲的题目是公益的义律。所要讲的题目是公益的义律。大家平安。跟我们刚边仔的老爸来讲，父亲节快乐！真正是真欢喜哦，拄则有真欢喜无？咱的台语讲了袂歹吼。果然父亲节快乐啦！那个今仔日的青年主日嘛是青年牧区伫遮来服侍。现在真侪人拢讲，即摆少年人拢是躺平族啦。拄则拢没有躺平嘛吼，拢徛起来，搁唱歌，搁学老上帝，搁讲台语呢。足无简单呢，因为咱是上帝公义的囝儿，因为咱伫主的内面，所以咱来学习讲咱袂晓的代志。伫要开始的时阵，来想起爸爸，想起老爸的时阵，在场我知影有真侪爸爸，伊可能年岁到啊，已经去到上帝遐。总是因在世的时阵，伫阮身躯边的时阵，伫咱身躯边的时阵。有真侪教导是到即阵，咱拢真感动的。咱来看即段影片。母亲节时阵，咱跟大家分享，妈妈是安怎做无真熟悉的代志来听每一个伊的囝儿。今仔日是父亲节，搁一遍邀请大家来思想。他教会我很多电脑上的问题，然后以及那个信仰上面的那个教导。就这样。很短吗？就是比如说 PPT 的操作，还有里面的内容之类的。有，他就是希望我就是长越大，就是越能自主的跟上帝祷告。哦。那你爸爸现在在哪呢？我爸爸现在在里面练歌。哦，好。大家好，我是恩典。我从我父亲上学到的说，要努力去应付各式各样的事情，因
因为从小的时候我就看着我爸我认为是我爸为什么做什么事情都要这么努力，这么认真的去对待他。那父亲有跟我说，如果你没有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的话，你会后悔，而且事情会做不好。那长大之后，其实我也深刻体会到这件事情。那也因为我父亲给我的这一句教诲，所以让我后续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都能够很好的去应付。爸爸教会我的东西是音乐还有长笛这件事。因为我从小就在家里看着我爸爸在练长笛，后来升小3之后，因为学校有管乐团，爸爸就建议我说要不要去学看，我就开始去吹长笛，也吹到了现在，也念到大学音乐系毕业。在这个学音乐的当中呢，虽然很辛苦，但是我每次看我爸爸练习的时候，他都非常的有兴趣，然后非常的专心，就是我从以前到现在都要跟他学习。谢谢爸爸从小教我音乐，能够成就现在的我。爸爸教会我的事情呢，就是在职场上的软实力。那其中一个呢，就是忍耐。因为我刚踏入职场，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沮丧或焦虑。那爸爸就跟我说，其实人生当中，包括在职场上，很多时候就是要忍耐，忍一忍，那事情就会过去。我从爸爸身上也看到他实践忍耐这件事情，因为无论工作多辛苦，他都不会多说什么。我现在在职场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也是会忍耐，然后冷静的把事情处理完毕，那也更加的适应职场。爸爸，我爱你。觉得爸爸给我最好的榜样，就是我从小到大看着爸爸在台上带敬拜，或者是在台上当司礼，然后在教会非常热心的服侍。我那时候看到爸爸在台上的时候，我就觉得爸爸非常的帅，而且觉得爸爸非常的厉害，就是他身上会有一种发光的感觉。但我长大之后呢，我也认为我应该要在信仰里面要委身，要服侍，所以我现在也在教会里面担任敬拜团，希望有一天可以跟爸爸一样，可以为主事为主做工。我们在教会里面都会说我们有一位天父，在这个天父面前啊，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老师。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位亲生的父亲。我觉得我们的亲生父亲他也是会用他的方式来教导我们，陪伴我们长大。如果用教会的音乐来比喻的话，我觉得天父就像一架平台钢琴，像这个平台钢琴，他的音域啊跟他的视觉感就是他可以支配的整个教会的音乐。那我们的爸爸又像什么呢？我觉得就像是这个口风琴这样，就是它放在一起看，你会觉得口风琴很渺小，但是其实口风琴它还是可以带给我们很不一样，但也还是很棒的音乐的体验。所以这次的父亲节，我们想用这样的方式给大家重新感受一下父亲如何像天父一样建造我们的生命。那你的爸爸有教会你什么事吗？爸爸教会我瞎掰，就是明明就是想要自己秀一下口风琴，然后讲好像很有一番道理这样。成为你手中美好的工作。感谢最稳定，透过咱在世爸爸，在世上的爸爸，互咱来感受到这位天顶的爸爸的疼。搁一遍将荣耀用拍谱啊归予咱的上帝。第5个时阵，咱有献诗，在母亲节主日的时阵，迄时阵献诗的时阵，就用一个主题叫做“那些妈妈教会我的事”。到8月时阵，其实今仔日就特别，今仔日是父亲节主日吗？咱看旧报时阵，毋是哦。顶面是写啥物？青年主日。哦，爸爸就牺牲咧。讲爸爸节还没有父亲节主日哦。咱看到讲，伫世上爸爸这个角色是真重要，特别是伫这个世代，因为透过爸爸，咱会当知影真侪代志。亲像拄则看影片的时阵，咱来领受到上帝透过一个爸爸的身份，是要安怎来束缚伫伊的家庭，伫伊的家庭，伫伊的家族，伫伊囝儿实世大汉了后，因领受到的，拄则亲像青年所讲的，是忍耐的这个性命，领受到这个瞎摆吼，拢摆了真好。哦，咱今仔日足欢喜，而且是真有上帝束缚。
因为刷落来，咱要来听的是一位诗人，伊家己领受着上帝亲手流爸疼痛伫伊的生命中，然后透过伊称赞伫遐敬拜阿罗咱的主，迄时阵人要来认捌即位亲像流爸的上帝。今仔日的经文，103篇13到18节。若是今仔日的讲道、今仔日的献诗、今仔日的献情，你拢袂记，拢无要紧。你会记得一件代志，一句话就好，就是这句话。咱来谈，用台语有点难念哈，我们用华语来念一下，好不好？好，记得上帝对他儿女无尽的慈爱。会记得上帝对伊的囝儿，迄无完全迄种完全无限制的慈爱。伊无限制的慈爱，伫阮的心中，互咱每一个人会当刷落来，刷接传承上帝伊的疼痛。伊的疼痛伫这地面就亲像一句话，就是公义的儿女，透过伊公义的囝儿。来活出这信仰、这生命，互亲像拄则的见证。透过教会办这夏令营，有侪青少年儿童，就对因细汉开始来认捌一位对因的疼痛真完全，而且是无限制、无条件的，就是疼伊，互伊来领受这个疼，伫教会来大汉，来感动伊的家庭，来。甲伊的家庭来分享，这互人的心会当来保护，而且无惊吓。拄则迄戏剧，咱咧看的时阵，咱拢知影，其实迄些角色拢是咱平常时就会发生的，特别是伫今仔日的台湾，对无？咱看即礼拜的新闻，咱真正毋知影明仔载会发生啥物代志呢？但是伫即款的状况内面，一个基督徒，一个认捌上帝的人，一个无听过福音，总是今仔日你要听到福音的人，咱有这个天父，伊是公义的源头，而且伊要爱咱每一个人来活出迄公义的款式，互因的囝儿，互因世世代代，互伊厝边隔壁，拢来感受到。公义真正存在，而且要透过伊公义的囝儿来互人知，来互人看见讲，对咱每一个人会本身开始来行动，来成做迄公义的管道。亲像拄则咱来互赛时阵，其实青年的台语，你看我就知影，我是对完全接力在这里今麦突然又变华语咱来为这个廷瑞，这是廷瑞，好不好？廷瑞是简字，他看他也不会念，他也不会讲他会听，但他一个字都不会讲，然后一次到位，亲像拄则，所以咱拍破来鼓励一下。其实每一种语言拢爱学啦，亲像我就是我还要学泰雅语，罗嘎苏啊，要用泰雅语跟大家问候。所以学这个语言是互咱会当甲每一个人拢来建立关系，来鼓励大家不管你是台语说得好、华语说得好、英语说得好、泰语说得好泰雅语说得好都可以来一起学习。伫今仔日这个时人，伊就感觉讲，这位上帝是互伊的心性，是互伊的生命来领受到上帝的恩典，亲像一个老爸来疼上伊的囝儿。总是伊家己的时阵，伊透过一种方式来互伊甲上帝关系继续来建立，就是透过即款的方式，伊安怎来做呢？伊就是称赞上主。伊逐礼拜甲你共款，甲我共款，就是来到主的面前称赞上主，互伊家己想起讲，对过去上帝要安怎引带我，是安怎来带领我、保护我，互我经历迄个无容易的环境。今仔日搁一遍，咱要来到上帝面前，咱来读这段经文，请
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着用全部的心神学落伊的性命。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这是咱每一个人爱对家己讲的哦。我的心神啊，莫袂记，莫袂记过去上帝安怎引带你来明白伊，莫袂记。过去你是安怎互上帝来感动？你安怎来领受迄上帝伫你内面的快乐，伫你内面的医治，伫你内面的愿望？所以咱今仔日搁伫这个所在，伫教会，咱搁一遍来称赞咱的上主，称赞咱的上主。是恁头一个就是亲像一个有定位的人，伊知影家己的身份。我知影讲，我今仔日我伫台湾。我伫台湾这个所在，我知影我今仔日我是上帝囝儿，所以上帝囝儿伊知影伊明白伊的老爸，亲像拄则亚萍所讲的，我们认识我们的爸爸吗？这边应该不会有人说我不认识吧？除非因为爸爸他过去在你出生、你出世的时阵，伊就无伫的，有可能。但是大部分的人拢明白家己的老爸，咱。有可能无拄着老爸，总是咱会听到边仔的人来甲阮讲，这个老爸是一个什么款的老爸？今仔日这个诗人伊家己就经历到，这个老爸是一个什么款的老爸？是已经为你父亲的老爸了。什么父亲？就是父亲节嘛。咱拢讲这个父亲节，这几年爸爸父节啦，父亲节要食饭，爸爸父节。母亲节主日爸爸付钱，父亲节主日爸爸付钱。什么时阵要替爸爸付钱？我嘛毋知。即摆咱看到新闻是安尼讲，总是我知影，其实是这个状况是嘛有可能囝儿就友好诶。伫咱中间我知影就真济哦，就爸爸妈妈若是有这个需要的时阵，这囝儿就友好，马上一通电话就到位安尼。总是伫咱诶生命中。这诗人伊经历到，这位天父，伊是虾米款的天父？伊是一个互你的这欠债你的拢父亲的老爸，他为你父亲。咱来读这段经文，请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一切的病，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限期，用慈悲甲仁爱做花冠束互你。用慈悲甲仁爱，亲像迄免流冠冕伫咧这个在你的头上，伊毋是讲我赦免你了后，你欠我20万，你欠我100万，无，伊赦免你才会罪孽，互你会当领受伊的医治了后，上帝阁白白赐互你，是对伊来的仁爱，是对伊来的慈悲。伫阮的心上，这诗人伊感觉讲，这上帝真正是足好诶，因为毋若是替阮父亲叫父亲这些咱的债务，阁互咱的心什么款的债务呢？人情债啊，感情债啊，现在还有什么债？那个健康债，身体健康有没有？不健康，还有很多债。伫咱的心上有真济，无一定是咱愿意的，但总是已经发生伫阮心上啊。有可能你即马拄着一个困难、一个危险、一个挑战，就伫眼前。特别台湾嘛，即马咱就是伫即款的状况啊。我即礼拜去参加我一个亲戚，伊变做国中的校长伊的老公呢，他的这个先生，我姐夫呢，他就是做这个海巡的，然后他们都没有出现，为什么没有出现？因为他们都在海上，东部的海上，今嘛拢袂当休困，因为今嘛台湾的状况是真无确定、真危险。但唔知影今仔日刷落来要发生什么代志，这是很实际的事，正在发生。咱透过新闻嘛知影，就是伫即款的状况内面，上帝应允伊的囝儿，伊讲啥物咧？咱来读即段经文。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嘛袂照咱的罪孽报应咱。天离开地有偌悬，嘛遐尼大，
当离世有偌远，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嘛遐尼远。咱看到即段经文，伫即摆台湾真正是足需要，因为所讲的伫遮有一个重点，就是迄距离啊，那个距离啦。咱即摆就不想要跟另外一边太近，知道吗？但是人家一直想过来啊，不管是什么中线呐、这个内场外场啊，拢想要跟你过来。伫遮的时阵，伫咱的困境当咧发生，咱每一个人用家己的力量，无法度来面对的时阵，上帝伫遮讲着，看到顶悬所写的字无？咱，毋若是我家己，是咱伫一个环境中，总是伫遮的内面，上帝拣选。上帝拣选什么款的人来经历着亲像这个诗人所经历着的上帝，就是迄个敬畏伊的人。咱有可能伫真好的环境，有可能伫一困难的所在，总是上帝伫遮的环境，毋管是好也歹，你伫内面迄敬畏伊的人，就来领受迄个平安，就来学习伊的公义。所以咱看到讲即段经文，伫上帝的内面，伊有一个心意。伊的心意就是要互人来到伊的面前。面对在这个距离的挑战，有时阵咱甲咱家己的心的距离是足远的。咱对迄感恩的心情，毋知是倒位已经找无啊。迄感动的心情，特别是伫人际的关系中，较早的时阵这谈恋爱很火热，结婚很高兴啊，时间哪过？有这代志，好朋友也是，这妈吉也是，啊，过一年两年了后，有这代志伫阮的伫咱的中间，伫阮的中间的时阵，迄感情就变化，总是主亲像一个老爸，伊囝拢生啊，一定爱饲嘛，不然就是放弃他。所以伊亲像一个足疼伊的囝儿的老爸，来替你。来教导你，互你行一个公义的路。就伫这款的状况内面，伊继续引带，因为伊的心意是要成做你的老爸，成做一个亲像老爸形象的上帝。因为上帝太大了，我们很难去形容他。但是透过一个老爸的身份，一个疼痛伊囝儿的老爸。咱就来领受讲，上帝是安怎来对待咱每一个人？上帝亲像老爸对待咱每一个人，但是伫今仔日的经文讲，咱的性命不过是土粉的，对无啊？但是上帝将这个性命，亲像一个宝贝，后是宝贝囝，甲伊安尼照顾。真好，饲较真好，来引带伊行一个公义的路。这就是这诗人伊领受到老爸是即款的老爸，嘛亲像咱拄则所听到的见证，所看到这个戏剧。当咱领受到即款的稳定的时阵，我是上帝囝儿，然后我就躺平这样，当然嘛毋是。伊对伊的囝儿有一个心意，伫今仔日的经文中真清楚来甲每一个人来讲。伊讲到，这边应该是17跟18节，我来读互大家听。伫今仔日的经文中所讲的17跟18节，有讲到讲，伊的心意是要照顾这个公义的囝儿。就是遐听到伊的话，佮遵行伊所讲的话的遮个囝儿，伊要将伊的慈爱佮公义临到因的心上，以及因的囝儿的心上。伫今仔日的经文，互咱看到讲，咱要诚做这诗人所经历的问题，要安怎来行呢？就是有3个关键的行动，3个关键的行动。我们怎么成为儿女？做老爸，做老母。你知影是要安怎做一个后生，做一个查某囝？
咱一生拢在学习，因为咱的对象是这位天父，是这位天父，是这位天上的父亲。所以有3个关键的是，拢头一项就是莫忘记，莫忘记上帝恩典，互咱会当好像一个定位定在那。我常常想起伊较早做的代志，伊较早对我的好，伊较早的供应，伊较早的保护，伊较早的资源，伫我的心上。第二个就是，咱爱搁一遍来行主的道路，咱来行主赏赐互咱所行的道路。今年大成有真侪老师退休，我知影伫遮的老师内面，没有一个是少于30年的，都是30几年、40几年。做啥物代志？好师。好师上帝道路，退休了后嘛无休困哦，继续下晡咱要去的教会，后来迄个老师去遐教会继续做牧师，伫遐来牧养。伊无停落来，因为伊相信上帝爱疼惜迄敬畏伊的人。伊相信上帝的心意，毋那是伊家己领受，佮透过伊继续来帮助。虽然伊是一个老师，一个大成教导者的传道者的老师，总是伊继续来好师，继续来互人来明白伊。亲像保罗伫即段经文所讲的，伊是一个真美善的人，伊是一个时间真有限，伊健康的状况，伊的环境，伊的身份是安尼，总是主兴起伊，毋那是真做伊的囝儿，而且互伊来领受上帝产业。上帝产业毋那是赐互尔，阁有就是伊爱透过行使这些权柄，用出这的权柄，替人来祈祷也好，服侍上帝也好，还是讲你透过你家己的见证，亲像拄则，咱昨暗一天拢在预备今天，因为大家要来学习。要安怎来参与伫台语的礼拜？要安怎来参与伫华语的礼拜？无共款的礼拜，咱拢来服侍，咱拢来学习。这是咱家己的家。你伫家己的家是，你伫遐布置，你伫遐整理的时阵，你无会感觉讲足奇怪，这应该爱做的。总是你若毋是上帝囝儿，你来做的时阵，可能伫你的厝内嘛是安尼。有一个青云人来了领导，然后整理你的物件，然后布置你的物件，你一定感觉讲，你要创啥？你嘛有可能想说，你要是来偷还是要来抢？但是咱是上帝囝儿的时阵，就代表一个代志，就是咱来起来来遵行伊的心意。伊的心意是啥物？咱就照伊的心意来行。伫今仔日的经文，这段保罗所讲的话。伊有讲到一个代志，伊是领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伊会当起来服侍上帝，会当起来来传福音。但是伫原文内面，伊领受的这个恩典，你看2019的现代中文译本，你就知，上面翻译的叫做“赐我这个特权”。服侍是一个特权，是一个特权。是一个上帝儿女才领受的特权，是一个上帝的儿女在他的家中行使上帝心意的特权。底下不是伫建筑物这个家，是在上帝家的意思，就是在上帝所治理的地方都是他的家。所以在今天的经文，伫今仔日的经文，这时灵伊领受到上帝是互伊欠债拢付清的上帝，上帝是伊重担拢减轻的上帝，上帝要真做伊的老爸，然后伊家己就爱会记得这个代志，透过伊的行动来代表伊的身份。我会回家吧，对不对？线上的朋友，我们要回家，因为这是你的道，你爱就是要回家，不然就会变成一个不回家的人。然后，搁一个真重要的是，伊感觉讲，伊想到这个厝，哦，就安心；伊想到这个厝，伊就称赞，伊就懊恼的。伫今仔日这个时灵嘛是安尼，伊讲，咱来读这段经文，请
第一将官大所在所为必作物啊，恁拢着称赞上主，我的心情啊，着称赞上主。因若是家己来称赞这位上主，伊讲邀请每一个人，因为伊知影，伊另外上天父是互伊的性命来行出公义，来领受迄无限制、无限的慈爱的主。所以今仔日咱嘛是共款来到主的面前，有一个真巧、真有学问一个数学家。伊伫伊的生命内面，长期经历着真无公义的代志。咱看伊肤色就知影，因为伊是黑人。伫迄时阵还没有民权运动的时候，而且伊是一个因为真巧会当进去到这个公家机构，诚做公务员。但是民权运动兴起啊，迄无公义的代志一直发生伫美国内面。伊要安怎才好咧？伊袂当去抗议，不能够去参加这个集会活动，伊就伫伊的工作顶面就拍拼。伫后来，伊分享讲，伊所做的代志，对后来转去看，伊较早的时阵，每一步拢是上帝的恩典。他是谁？我们都充满问号，对不对？伊是 GPS 的发明人。今仔日你用的手机，只要你可以看到那个点在哪，那个就是从它开始的。当时这个东西叫卫星无线导航系统，后来才更名，因为越来越发展发展嘛，后来叫 GPS。应该说就是叫 GPS， 是后来名字。然后呢，底加来宾。后来这个民权运动，我们都知道，后来这个黑人他们就真的平权了。但平权我们都知道，还是有很多歧视发生在这当中。伊伫伊的性命内面，伊88岁的时阵，搁在做这数学家在算那个像飞弹怎么射多远，这个宇宙飞行那种太空梭怎么飞，他们都要算，都是算出来的。到88岁还在算呢。迄时阵伊做见证讲，我认为每一个人生命中应该爱有上帝，因为当咱有上帝的时阵，咱才知影讲我的定位是什么，我在哪里，然后我要去到倒位。即马台湾拄到一件代志是，咱唔知影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什么东西会飞过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与其在那边一直想改变别人，我们从我们自己开始，对咱家己开始。咱是上帝囝儿，咱爱活出一款的身份。头一个就是爱为着正人来祈祷，然后你会当透过你的行动来帮助在身躯边迄需要的人。伫今仔日，这身份可能就是爸爸。有真侪爸爸伫因的厝内就辛苦，但是你知道，男生就是可以累，但不能怎样？忘记那个词是什么了。因拢爱好像很忍耐，很多的劳苦重担。但透过上帝恩典，今仔日这段经文嘛送给每一个爸爸。今年教会真有创意哦，我们送了一个东西给在场的爸爸，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了。那个 PPT 有显示吗 ？OK。今天我们也要送一个礼物给爸爸哦。这上面写说，防丢定位，找寻神器。拄则有无书哦，就幽默一讲吼，有可能最后丢的就是我们自己了。所以吼，在场的爸爸，上帝听你，让你不要走失，让你被上帝找到，让你每一次哦，或是你去找到你的小孩也可以哦。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要来送我们的爸爸这个特别的礼物。请在场的爸爸让 Kitty， 然后用你的这个兑换券呢，来跟我们的同工。那如果你是爸爸还没有领兑换券的，也要领一下，然后可以兑换这个这个礼物。那边上火力，写一下名字哈。对，那个兑换券上要写名字哦。
你有摕到一张红单无？吼，若无摕到的，甲咱的同工讲者哦。啊，写迄个，甲你的名写者，啊，咱知影讲啥物人有摕吼。还有爸爸，你还未摕到那个兑换券的吗？兑换券上面要写名字啊，我们会用这个方式，来换取这个今天要送给爸爸特别的礼物。这个礼物的时阵，在场的每一个人，咱搁一遍来思想，这个防丢找寻神器。其实上帝的心意就是希望无一个人会放弃，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来明白伊，成做伊的囝儿，成做伊的囝儿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亲像今仔日的青年，透过学习要安怎来好势，来到上帝的面前，嘛来带领每一个人来到伊的面前。这位上帝，毋那是迄伟大高高在上的上帝，嘛是亲像老爸慈爱怜悯引带咱每一个人的上帝。请大家起立，咱这时阵用这条歌《听我的天父》来回应。一位听我的天父，伊永远会保守我，有伊的条通到我顶底，我知影已经关心我，我知已经关心我。咱每一个上帝囝儿，无需要邀请大家来为台湾来祈祷。特别伫今仔日的状况，咱毋知影今仔日刷落来，明仔载后礼拜会发生啥物代志。总是互咱的心来追求上帝的公义，嘛透过公义的行动，求主保守台湾，求主来引带台湾的每一个人。爱看到上帝的心意，伊的心意是听，伊的心意是和平，伊的心意是互人的心有盼望。所以，我邀请大家，咱为着台湾，为着这个土地，为着伫遮的政治内面，伫遮的环境内面，有主的平安，临到每一个人的心，咱开嘴来祈祷，主感谢。
的面前，我的心情啊，就称赞上主，互每一个人的心会记得主你一切恩惠，互每一个人的性命来领受对你来赦免。你透过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的恩典，今仔日要临到每一个相信你的人。主啊，你嘛互阮的心脱离迄死亡的限期，迄死亡的阴影，互阮的心有对你来的慈悲甲仁爱，有对你来的满足甲喜乐。因为阮知影，独独你是掌权的主，你是互阮的性命有出路的主，你是执行公义，互受压制的人得到伸冤的主。主，你为每一个人来陪伴道路，嘛互阮的心会讲来到你的面前。虽然咱的性命亲像草，亲像花，风一吹就无去，总是主你看重你的囝儿，每一天互阮行伫你的公义内面。当阮来追求你，主你就教导阮，互阮的性命来活出对你来公义甲愿望。互阮的性命来见证主你的存在，见证主你的荣耀。感谢主，你伫阮中间嘛特别透过今仔日来祝福每一个爸爸，每一个家庭真重要，你所疼痛的后生，透过因的性命来成做家庭家族的祝福。阮替感谢基督，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咱来预备我们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若是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就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天父上帝，阮要为着会当搁一摆来到主的面前，三甲来自执，献上感谢。感谢主无时无刻看顾阮每一位的兄弟姊妹，尤其是最近咱台湾的周围，拢一直有人伫咧搅了台湾。主，你有缘看顾台湾，互阮拢会当有平安甲喜乐的生活。主，你是掌权的主，万王的王。主，你值得阮来甲你阿乐甲感谢。主啊，明仔载是父亲节，
阮要求主赐福互全天的父亲，以及今仔日辛苦服侍的青年。主啊，阮也要专心全意跟对你的脚步，顺服你的教导。阮要更加进步，嘛要带搁较侪的人来明白主，求主来帮助。即马阮要来献上阮的时间、金钱甲才能，求主来感谢。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主名求，阿门。请坐。报告，请岳牧师来报告。大家平安。平安。咱中间毋知有头一遍来，甲咱三甲来学了敬拜的兄弟啊无？啊，今仔有头一遍无？没有，无。好，啊有还小朋友吼，邵家的小朋友是不？来，站起来，站起来啊！我们来欢迎来，哦。好，请坐哈，请坐。啊，毋知阁有这爸爸还未摕到定位的身躯啊无？有啊。这做好用啊！直到咱若袂记咧东，袂记咧西吼，啊袂记要安怎转去厝的时阵，这会当用一条绳啊，甲挂伫你的颔棍吼。啊，咱有内底吼有一张，也是讲。一张单，也是你的这卡后壁啊，你有智慧型的手机啊无？若无趁这个时阵啊，请你的囝儿时岁买一支互你，哦，安尼才会通伫遮甲扫者吼。啊，扫者有一个这个 APP 吼，啊，你这个甲语吼，听到哔哔了无？就是开啊吼，啊开啊，你就吼，即马。你甲遮会当配合，伊若离开你较远的时阵，啊，你就语落甲吹吼，安尼就无啊。哦，啊，你若找无老公吼，啊，甲语落，吼，啊，伊就开始比安尼吼。啊，你若毋知影要安怎用，倒转去请你的囝儿是会甲你教，促进亲子的关系，安尼好无好？哦，所以。安尼嘛提醒咱讲吼，你的定位是啥物？是上帝的囝儿吗？也是毋是？也是青云人哦，所以真有意义哦。咱的总务部今年用这吼有迄个符合着现代科技。好，咱感谢因的这个调拨吼。若无客到的吼，请咱会当甲咱的同工吼，这招待人员讲。咱来看今仔周报消息。今仔日是青年的主日啊！吼，我看长音实在是对早起吼，一直甲暗示哦吼，迄个讲袂晓讲台语的安尼做安尼，来几个老师教吼，咱搁甲因拍破者啦吼。因真想要讲咱听有的啦吼，不过即个语言其实是伫对爱学。甲你的边仔讲，伫厝内底爱教啦，教会当然嘛有尽即个责任吼。好咱求上帝来祝福。咱中间抑阁厝，抑阁有青年，还有青年人吼，该带来咱的青年牧区安尼就对啊吼。所以咱看即个囡仔吼，因的成长吼，因的品格吼，伫遮来应用，互因会通信主，愿主来祝福。咱即礼拜甲后礼拜吼，咱下骹咱有咱的少家的即个囡仔吼，因家己做即中秋礼盒吼，即蛋黄酥等遮吼。咱的即个中秋节得要到对无？吼，搁一个月嘛吼。所以你会当先食看卖啊啦吼。下骹传的即个份数有限哦吼，所以你会通伫遮来有定吼，有定你的购买是你的甲因买，就是支持咱的遮个囡仔吼，因伫因的教学、因的教导、因的生活吼，拢来帮助因咯吼。所以愿主来说因真侪遮囡仔的节嘛是拢伫咱遮吼。咱会通伫遮来甲因有定。
咱兄弟，咱的1楼差不多要修整好势咱大概是过来这礼拜咱1楼的外口也是不过咱的提醒兄弟姊妹，像讲咱一礼拜遐有一个岛伫遐咧接待有发现讲拢有迄个刮痕有刮着请咱注意着种遮新鲜的物件请咱保守后壁咱即个变数出来遐个琉璃台，也是讲遐个洗手台伊遐有一寡柜你若去开的时阵，你莫大力就甲塞入去你小可轻轻伊就家己的伫遐来密合安尼所以请咱注意来配合咱也为着过来咱的新的礼拜堂迄边大概8月底9月左右就会伫遮来完工完上地来祝福咱嘛初步有定伫10月底咱的57年的周年庆献堂等遮所以咱上帝来定位回家吧倒转来咱做伙伫遮来庆祝，也做伙伫遮来领受上帝恩典。来咱父亲节礼物已经有发放咱原则上是除了不可抗力的你无法度破病等遮，无法度来到伫咱中间除了即礼拜阁有后礼拜你若未摕到的请咱会通来到伫即个礼拜中间来领受若无来就无后所以咱有遮一个安排请咱体谅。咱8月21有一个体能的一个，甲你测验一下啦看你即马你的筋骨有柔软无柔软安尼所以咱的有测咱的会友伊伫即个方面咧教导咱会通伫即个时间8月21中昼12点半到2点伫遐伫1楼的所在试看卖来甲你检测你的一个筋骨的状况。来青年牧区又伫8月20有办一个即桃林的即个铁路U bike 10公里你若捌骑行的，你也骑看卖会通甲即个青年牧区来报名。这嘛是有定讲，咱伫10月底即庆祝的中间有一个活动，其中嘛是讲，你会晓骑，你就骑你若袂晓骑的安怎？用行的咱有安排迄个路线，你若连行拢行袂去安怎？就去到遐野餐等完安尼所以咱期待啦期待咱伫咱的周年庆有一寡系列的活动系列活动请咱伫遮来期待来参与来看这段影片来。这大概对迄个驾即个火车燃油场差不多到燃油场遐差不多10公里啦你要2链的，要1链的3链的拢会使啦请了。好请咱来准备买碗就爱安怎？活动买活就爱动啦所以咱平常时较无咧活动，咱就爱动小可动者安尼好。来咱8月28嘛伫室内即摆外口较无方便较热咱就伫室内有一寡只活动，所以请咱甲各小组小组长来报名咱的奖助金生意助学金已经开始发放对于今仔日开始申请。咱的主题若有符合伫即个标准请咱会通甲将这个申请单送互语文即个干事，咱收件到9月11咱嘛真欢喜下晡咱的秀凤执事伊查某囝嘉文要甲文学会即个这样即个兄弟
伫济南教会吼，伫下晡3点半要举行结婚礼拜。这兄弟吼伫读花神，明年毕业嘛要伫遮来将做传道啦吼，上帝来赐福因。咱也用不甘的心吼，伫遮来纪念，也为着詹秘书姊妹，就是咱维先吼执事咱詹医师伊的阿嬷啦吼。咱毋知会记，头2年前吼，伊伫遮是咱教会上高龄伫遮来洗礼，哟。99岁伫遮来洗礼啦吼，嘛活了吼，那台湾会伊是101岁安尼啦吼，咱伫8月20早起10点要伫市立殡仪馆甲举行即个纪念礼拜11点火化，要2点倒转来伫咱的教会，咱伫遮来欢送告别啦吼。这互伊灯火烧无简单，搁伫这个年龄会当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吼，这搁较无简单吼。感谢主，咱会通做伙伫遮来欢送伊倒转到伫天的祖家。我去祈祷的时阵吼，厝的人讲，真像像咧困去安尼啦，拢足水足好看啦吼，很安详吼，真安详。咱为着这个家族还佫有无信主的吼，伊今日来祈祷吼。愿主来祝福。来，其他就请咱家己来看，咱来8月哦，第一场有唱过，佫徛个不要紧啦吼。来8月有收请哦，生日的请你徛起来，哦。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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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拍包感祝福，咱做伙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做伙来祈祷，感谢主，活命对你来，你是阮生命的源头。生命的主，所以阮逐礼拜来敬拜你，就是咧敬拜阮上大的祖先。愿主你来祝福，互这兄弟姊妹，因对你所领受的，因为你要将逐样的好物赏赐敬畏你的人。愿主你也祝福去，互这兄弟姊妹心灵勇健，灵魂体拢兴盛。愿因手所做拢会当行通顺利，也诚做这个世代因所接触的亲友。诚做因祝福的管道，愿主来受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坐，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伊用公义对待因会行行顺顺，就是遐会遵守伊的约，忠实遵行伊律例的人。诗篇103篇17到18，再搁一遍来。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伊用公义对待伊的行行顺顺，就是遐会遵守伊的约，忠实遵行伊律例的人。诗篇103篇17到18节。信息，请咱做伙来用信息响应387首，因是带牧师来教导，请起立。愿更归献俾上帝，愿更献家诚信三位的，在地的现在地的，将来也永远的，不穷不尽阿门。咱来领受对上帝来祝福。
愿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信实公义的主爱，甲信心的感动来引带每一个敬畏伊、行伊的脚步、行伊的心意的人，拢成做伊的囝儿，嘛享受伫伊的祝福，对即时到永远。阿门。平安，平安，大家平安，请坐，请坐。好，咱今仔礼拜就到这，愿上帝平安，甲咱三同在，彼此来请安，彼此来祝福。